界真係好攰啊！係啊，2個幾月嚟，每個禮拜都出嚟，咁但係可以點呢？示威者不斷退後，一直目睭佇咧上環甲警方對立，市民用水警用催淚彈拍花，有人是扶着上嘅民眾設置路障，阻止警方擱再向前。不過警方要發射用手令還有海綿做嘅槍支，強勢驅離民眾。半暝2點，警方召開記者會，強烈譴責示威者暴力嘅行為，而且逮捕至少49人。另外，警方也以煽動非法組織嘅罪名，將拜六光復元朗行動嘅遊行申請人張建平押走。Because he clearly understands this, but he remained present in the event. So based on the behaviors of him, so we arrest him. 香港反送中運動在咧2白時滿50天，香港政府一直受外界批評。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出通知，講今仔日下晡3點會舉行記者會，香港澳門辦事處嘅發言人將會出席，將會對香港即陣嘅局勢發表看法。記者綜合報道。頂日咱有報道講，為着要將國家的資訊安全顧好，行政院已經吩咐各部門愛甲有採買到可能會損害人權、遐個中國牌子的監視器啦，即個產品的項目攏清點出來。毋過台灣教授協會今日早起就講，政府敢有去注意就講，頂下各機關攏會用公款去訂一間專門咧替中國發聲的報紙呢？咱來聽這個教授講看賣。拒絕明媒假新聞。呼籲政府重視公部門俾紅色媒體刊物狀況。台灣教授協會指出，這幾年來，中國利用大量資金俾台灣媒體宣傳中共政權的事件，常常發生。不過政府各部門甲個人事業，所以是公款來採買相關書報，希望當資助下架。中國時報來講，中資跟中國的關係是扯不清楚啊。部分的單位用公帑購買紅媒，這一個的情形的泛濫的一個情形非常的嚴重，我們政府應該要正視。平面媒體的這個化外之地啊，除了民間的這個監督之外，也許政府應該要有個內部的規範，也許要建立一個平面媒體的一個採購的清單或採購的報告。有學者表示，中國在國際之間，定利用經濟經費補助來吸引政治人物和學術界，這對經濟國家的民主體制運作造成威脅。因此，美國歐盟等地攏開始制定相關法律方案。這個紅色媒體的意思是說，它利用民主制度要破壞民主。外國人代理法，還有呢外國人影響力透明法，都是在澳洲去年的時間所進行的，非常卑微的舉動，但是呢表現政府跟民眾站在一起的決心。教協會呼籲政府相關單位要趕緊修訂境外代理人的相關法案，才能了解中國影響力、強化國安。向點名國營事業單位大部分無做回應，更表示講，被家庭單頁報紙是各大平面媒體攏會提供，無偏向啥人。記者綜合報道。在地上大條，咱來看國安局頭尾分這條案，國民黨黨團今日批評講，牽涉在內總統府的示威室，還有再分迄隻車，攏嘛是受到總統府管轄。你單局秘書長一直避掉咧，故在蔡總統出面佇咧申請旨，敢有啥物穩靜是無？安那軍的委員今日嘛去拜會檢察總長，要求講檢察總長你就要互咱這百姓證人一個交代咧。強力偵辦，強力偵辦，強力偵辦。大聲話口號，國民黨立委在去到最高檢拜會檢察總長江惠民，認為這期涉案的總統府示威師甲造水車，攏由總統府管控，不過總統府秘書長陳菊所以無出面，由總統蔡英文出面動請旨，這個其中有問題，要求檢調一定要辦到底。希望他全力查辦，不可以設定上限，趕快扣押相關的事證。總統，你面對大家的質疑，你不需要為了你自己政治的生命，去向全國人民說清楚嗎？在南委拜會江惠民進前，北檢檢察長邢泰昭甲鄉外主任檢察官陳家秀，這較早一步向江惠民報告司法案上新偵辦進度。江惠民嘛指示立場公正，趕緊偵辦。可以設定上限，趕快扣押相關的事證。總統，你面對他會大家的呈質疑，現給
透明化，给让你不外界需要为看了到说你自己政治这个的北检生命是怎么来办这个案去件。向全国另外，检方人民说今礼拜清楚吗？伫南威八会康会面进前，北检检察长邢泰超甲相关主任检察官陈家秀，这较早一步向江惠民报告司法案上新侦办进度。江惠民嘛指示立场公正，赶紧侦办。可以彻底上线，赶快扣押相关的事项。总统，你面对他会大家的质疑，给透明化，给让你不需要为了你自己政治的生命是怎么来办这个案去件。向全另外，国检方人民说今礼拜清楚吗？伫南威八会康会面进前，北检检察长邢泰超甲相关主任检察官陈家秀，这较早一步向江惠民报告司法案上新侦办进度。江惠民嘛指示立场公正，赶紧侦办。可以彻底上线，赶快扣押相关的事项。总统，你面对他会大家的质疑，给透明化，给让你不需要为了你自己政治的生命去向全另外，国人检方民说今礼拜清楚吗？伫南威八会康会面进前，北检检察长邢泰超甲相关主任检察官陈家秀，这较早一步向江惠民报告司法案上新侦办进度。江惠民嘛指示立场公正，赶紧侦办。可以彻底上线，赶快扣押相关的事项。总统，你面对大家的质疑，透明化，给让你不需要为了你自己政治的生命去向全另外，国人检方民说今礼拜清楚吗？伫南威八会康会面进前，北检检察长邢泰超甲相关主任检察官陈家秀，这较早一步向江惠民报告司法案上新侦办进度。江惠民嘛指示立场公正，赶紧侦办。可以彻底上线，赶快扣押相关的事项。总统，你面对大家的质疑，透明化，给让你不需要为了你自己政治的生命去向全另外，国人检方今礼拜民说清楚吗？伫南威八会康会面进前，北检检察长邢泰超甲相关主任检察官陈家秀，这较早一步向江惠民报告司法案上新侦办进度。江惠民嘛指示立场公正，赶紧侦办。可以彻底上线，赶快扣押相关的事项。总统，你面对大家的质疑，透明化，给让你不需要为了你自己政治的生命去向全另外，国人检方民说今礼拜清楚吗？伫南威八会康会面进前，北检检察长邢泰超甲相关主任检察官陈家秀，这较早一步向江惠民报告司法案上新侦办进度。江惠民嘛指示立场公正，赶紧侦办。可以彻底上线，赶快扣押相关的事项。总统，你面对大家的质疑，透明化，给让你不需要为了你自己政治的生命去向全另外，国人检方民说今礼拜清楚吗？伫南威八会康会面进前，北检检察长邢泰超甲相关主任检察官陈家秀，这较早一步向江惠民报告司法案上新侦办进度。江惠民嘛指示立场公正，赶紧侦办。我遗失储备过半，总统蟋蟀总目标，要重新把执政权提到转来。我们曾经缔造86席的佳绩，我希望这一次113席能够破86票的记录，好不好？蔡英文女士，不要太狠、太凶，好好的把两岸做到和平稳定发展。全代会正式提名韩国瑜参选2020总统，不过目前包括郭台铭的动向不明，和现场的中评委拢真操烦，有人当场要求党中央要想办法甲郭台铭来见面，国民党绝对袂当搁分裂。邀请历任主席来邀请心中热爱中华民国，也热爱中国国民党的郭台铭先生回国以后参加我们团结的行列，好不好？好，这样子促使本党真正的大团结。国民党一直发声爱团结，高雄市长韩国瑜本人嘛真积极甲各方维持关系，避免分裂的代志搁出现。除了郭台铭，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嘛继续伫观察，为着要促进团结，高雄市长韩国瑜日嘛甲王金平会面来沟通。不过王金平敢有要参选到底，或者是要来替韩国瑜辅选？王金平敢若讲一切看天公伯来安排。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咱换来看。到底有要选也无？到当下个含珠不吐的台北市长郭文哲，联合到上届新的民调显出讲，郭文哲若选有3成蔡英文的票，会赶过来伊这边。即摆嘛有风声讲，立军目前是判断讲郭文哲拍算无啥会选啊，伊的换天郭台铭敢有影？郭文哲市长说应讲，伊本人上歹得电的所在，就是互人料想袂到啦。澳
落去，代表工程正式启动。台北市长高宾哲出席成功市场改建工程动土典礼，并问到联合报上新的民调，讲高宾哲若是参选2020，会分掉总统蔡英文3成会得赢支持者选票。高宾哲颠倒是真平常心。民调我不讲过吗？自从那个民进党跟国民党的初选民调出来以后，我就对这民调实在是还是那一句话，看看就好。你看这2个民调相差1个月，我简直啊！你会觉得它是同一个 population 同一个母群体去抽出来的样本吗？不过，立院团队已经研判高宾哲参选的几率无悬，想要继续领处理高宾哲，甚至讲外界有笑高宾哲会未选，会改挺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参选。高宾哲敢若强调讲，家己未当有笑。柯文哲最难缠的地方，这个人实在是太不可测了，我永远不要预测柯文哲。来，下一题。对高雄市长韩国瑜要核调侨胞社会和美日的政界斗蔡英文，高宾哲等到讲指控爱有证据。指控人家要有证据嘛，1、2、3、4，因为我是外科医生，你知道我很习惯那个你要指控人家第1点、第2点、第3点把它写清楚，所以这样讲完的话就听不懂。因为最近香港的问题愈来愈严重，持续有冲突发生。高宾哲就强调讲，若是台湾伤虚弱，中国伫咧处理香港的时阵会搁较硬；颠倒是强大的台湾会互中国伫咧处理香港的时阵加一寡思考。佮讲台湾伫咧过去30档民主化的过程，会当互对岸一寡启示。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讲，又搁有海洋看沙。昨下晡伫咧桃园观音海水浴场，有人发现一只足大只的海洋，收起来到海坡顶，水伤浅，收袂转去。海巡人员甲民众大家围点，嘛是救无转来。本队接获通报后，立即派遣人员前往抢救，予以保释，并且通报中华鲸豚协会人员前往协助。那在历经2个小时的抢救之后，该鲸豚仍已无生命迹象。后续将由中华鲸豚协会予以抽样，了解死因，并且实施就地掩埋。海巡署的环巡队表示讲，这只海洋重有700斤，伫咧海边105公尺迄搭遐看沙收袂转去。随网讲因教委有赶紧甲伊补充水分，不过也是救无转来。伫咧鲸豚协会人员确定死亡的原因了后，也就已经就地收埋了。来看政府去年放宽条件，同意讲厝内有老大人，你若家己有请外籍的看护的家庭，嘛用得来申请哮喘的服务，就是讲一半工仔换政府派人来照顾啦。不过新制度推动8个月，却干那598个人来申请。民间团体就指出讲，申请的条件又原来是伤过头严啦，望讲下半年就要全面放宽较有影。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当照的需求是真紧急。政府去年放年有请外籍看护的家庭会当申请哮喘服务，不过新的制度开始8个月，干那598个人申请，使用率干那2%。有民间团体批评，条件嘛是伤严格，呼吁下半年应该要全面放年。只要是外籍家庭，他有1天的喘息需要，都可以来申请，也不要有那个30天空窗期的等待。照顾起来，事实上会比那个就是完全卧床的这样子的失能者在7、8级的他其实是更辛苦的，所以照顾失智的个案不用等到7、8级啦。过去有请外籍看护的家庭，敢若会当伫移工登去故乡，或者是4连30天以上，才会当申请哮喘服务。去年12月份卫福部放令，不过必须爱是独居老人，或者是照顾者是70岁以上，4连3级、7级到8级，才无受30天的限制。不过新的制度开始到近，敢若598个人申请，使用率是真低。是在使用意愿上，他不是这么想去用，还是在他想要去使用服务的时候，在技术面上他可能需要更多的协助，或者是在资格上面去设定的时候，是不是当初有一些有些对象可能会觉得设定的时候也许不是那么宽。卫福部张教授表示，扩大外籍看护使用哮喘服务是示范计划，最近会甲劳动部检讨实际使用状况，了解当照家庭的实际需求。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新北市政府头一摆结合辖区内面68套防灾甲救灾系统，建设智慧化的指挥监控中心。因嘛评讲新的系统会用得经过分析，预测未来48点钟内倒位有可能淹水。不过有斗3工设计这套系统的学者嘛承认讲，即摆气候遮尔极端，卡袂着就雄雄下起了大水雨，落一万年也就淹。这个情形讲要预测会出来。
确实也是真大的挑战。电视墙顶面，模拟撞着风台来，一直咧落雨，煞造成新北市各区发生灾情。透过新建地的全灾型地区化指挥监控中心 EDP， 随接受淡水淹水一号铁皮仔厝内面有人掉伫内底的消息，透过 CCTV 影像，更加会当直接看到现场的画面，研判是不是要优先救灾。我们就可以靠 EDP 这套系统里面，能够做主挥动调度。那会诊行之以后，就能够有效做一个决策。那从眼睛看得到，脑袋做决策，到手脚去救灾这件事情，我想新北市政府是完全把它给整合在一起。早起新北市政府发表上新的防灾科技系统，除了强化救灾系统，伫咧掌握各区地形地貌，搁再加上落雨量，卖当伫48点钟进前预测倒位的淹水，协助建地的学者指出，伫咧预测风台淹水的效果真明显，但是即马更加大的挑战是伫短时间强降雨的淹水预警。我们怕的是强降雨，因为它时间太短了。我们一般计算可能要1个多小时，但是我们一般计算完它就跑掉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里面的瓶颈。学者表示，要更加精准预测强降雨，有关需要投入经费研究。新北市这套系统是全国首创，总共含9个中央机关和6个地方机关合作，结合68套的防灾系统。记者综合报道。来讲铁路局，去年车帮满分的比例，算是10年来上界悬的。以树林到苏澳这座区间车来讲，一年透当计强起来，准时到站的比例无甲60%。交通部就承认讲，台铁若要改革，就要往经营公司的方向落去推动。铁路局张正元局长早起嘛讲，台铁的人员调度会改善较准的，嘛袂因为安尼就去损害到员工的权益。普悠玛摆备事件了后，行政对台铁进行大体检，3时要彻底改革。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台铁公司化是应该做的方向。进前建议行政提悬3级，组成下部会台铁改革推动小组，检讨内容都有公司化。按过台铁到去年累积了1142.45亿来看，那最推动公司化一定要裁完，因此要求台铁优先做企业化管理。现阶段就是以企业化为主。我们一定要靠企业化来改变我们的经营体制，对，这是现阶段最重要的工作。你要有条件的公司化，所谓有条件就是说，你基本上要跟我们工会来谈，然后我们把一些配套措施，觉得说员工的权益没有去受损的情况下，对台铁有帮助，我们绝对支持。台铁企业工会表示，若是台铁有好的配套措施，工会袂反对。不过工会认为，目前听起来不管是企业化也是公司化，拢无具体方案。目前台铁面对人甲车无共问题，先用台铁设置文化停单路线算是无够，慢车跟快车造成区间车准点比例逐年下降，应该优先改善这卖问题。长途、短途列车、通勤列车之间，怎么样透过智慧化的排点，能够让它走到更顺畅，能够尽量不要误点。我想这是我们要去努力的。台铁局强调，针对区间车停单的问题，会个优化排班，无排除最近跟微调列车时间表。未来配合买新车、甲车站立体化，会当更加有效的分流快车甲慢车。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新竹，这一间原井太阳能新竹工厂，因自3月开始就靠员工的生产奖金呢，有的靠800外，有的靠到2000外，不过生产线的员工拢总底薪才2万人尔，所以这奖金有影是真要紧。毋只会早起工会带头去到总公司抗议，望讲奖金的制度就要赶紧互员工有影。还我生产奖金！原井太阳能科技公司新竹厂员工来总公司办公大楼外口抗议，因为不办公司今年3月份开始靠生产奖金，所无事先甲工会参详。6月份向新竹关劳工处调解无成功了后，伫厂区门口发动静坐超过45天，所嘛无得到回应，今日当上北来抗议。比如像我当初进公司就是22500，那我即便做到现在6年，我的薪水才22650，我平均大概是可以领到1300到1500之间。那我被他扣的金额，可能1个月可能会扣到800块到900块，但是1年下来就差很多了。工会干部指出，因拢是生产线的基层员工，当初内底去用靠奖金的金额无同，逐个月对800块到2000外块拢有，对因来讲根本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减薪水。
而且伫去年的一波裁员，工会12个干部其中5个人拢去用死头路，嘛互工会受到真严重的打击。因诉求公司恢复奖金，嘛呼吁停止对工会有这种压迫的行为。我就莫名其妙的被处理掉了。当时我的直属主管评分的主管才年底才到职，他怎么样知道我们100多位的员工的情况？唯一的考量就是因为我是工会干部。就在我被处理掉之后，公司就加大力度的打压工会。元晶太阳能公司是上市公司，根据高市公开观测站，2019年第1季是有趁钱的。要甲中道时阵，世界的副总出面来回应，答应讲会甲工会好好协商，针对工会最近静坐抗议，去用记控制的部分会放另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全国工业总会早起公布今年度的白皮书。针对产业发展、能源政策、台湾甲中国的议题，佮有美国参中国的贸易战种种，头尾提出211项的建言。工业总会特别针对能源政策，表明讲因也是会烦恼电的欠用。另外嘛提出讲，期待后一任的总统，就要以拼经济当作上要紧的目标。手提上线工总白皮书出现，工总理事长王文恩、副理事长苗宏强这人召开记者会，向政府提出211项建言，强调台湾企业正面对美中贸易战冲击，政府应该重视。去年台湾对大陆及香港出口约占41%，对美国约占22%，合计出口比重超过50%。由于台湾和全球前2大经济体经贸关系非常密切，所以美中贸易对台湾产业冲击非常大。工总2015年提出5缺落实，要求政府重视台湾投资环境保护问题。不过4年过去工总重新检视，认为政府4年来并无做出具体改善。但4年过去了，我们觉得不仅无缺没有改善，那反而让我们感受到劳动法规僵化，两岸关系更加紧张，国际关系更加孤立，尤其面对美中纷争前途未卜，我想也令国人感到无比的忧心。工总白皮书内容建议政府全面盘点产业长期爱面对的问题，强调不管未来总统人选是谁，头一工作还是要拼经济。如果经济也无好，上做总统拢袂甲台湾做好啦。我希望未来任何人当选拢啊对经济做最重要的一个妥善莫做相对政治。工总对未来总统5邦提出建言，强调务实稳健，另外两岸政策莫维持良性沟通，让台湾经济继续稳定成长。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放送头，咱先来看婚林。婚林县的文化处利用礼拜四伫咧斗南塔里乌文化园区举办为那天理画画图比赛，吸引200外学生囡仔来参加，望要鼓励因画出眼内对故乡环境的观察，互大人囡仔拢会当更较亲近成长的这片土地。坐伫椅头囡仔兄囡仔姐摕水彩盒一笔一笔画出因对家己的故乡、婚林的感情，甲对环境的观察。我画的是云林的一些特色，有虎尾的虎尾衣，还有虎尾布袋戏馆，然后还有我们的生态有紫斑蝶，还有八色鸟，觉得还蛮好画的，因为呼应环境的问题，然后又可以以绘画呈现，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主题。假日，然后又暑假，想说就是他们也都有学画画，就让他们多尝试一些艺文活动这样子，觉得这样还不错。婚林县文化处运用拜六、礼拜日的时间，伫斗南达里武文化园区举办以环境为主题的写生比赛，吸引200多学生来参加。阅读的方式有很多元，你可以透过可能绘画的方式，也可能是一首音乐或者是一场旅行，透过对故乡的这一个环境的启发，然后应用他们的创意，把这个就是想象画出来。透过画笔画出对环境的想法，伫达里武文化园区，大人囡仔会当伫遮欣赏婚林的历史文化，感受自然甲人文结合的在地风情。记者综合报道。台语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你参考，解文说字。讲到斗南，旧名做塔里武，国情就想到一条四句联，真趣味。我先读互你听。这毋是我做的，是过去的高人写的。见面头一句讲，斗
斗南古早塔里木，好马旧名五经厝。人讲玉井大巴年，雾峰就是阿大雾。这什么人所创作的歌呢？就是伫咧差不多40几年前，电视连续剧一出《嘉庆军医王德禄》内底主题曲。写歌词的是编剧的陈明华先生，作曲的是真出名的作曲家。原来真侪歌戏的新调拢是伊写的。詹中雅老师，伊当阵用的笔名叫做东方碧。陈明华所写的歌词拢咧写一寡古早的地方名啦。见面头一句讲，斗南古早塔里木，实在遮就是平埔族、丰野族较早一个庄头。咱知影讲平埔的庄头拢讲有做社啦，塔里木社，好尾遮就一路五经厝，这就毋免加解说。另外玉井讲有做大巴年，就是较早平埔族、大武龙族内底原来一社一庄头，迄个名就叫做大巴年。上界出名好尾。或者五经厝、玉井，或者大巴年，观众朋友你一定想会到，余清风罗俊江丁，伫西来庵五福王爷庙起义大巴年事件。搁来一句讲，雾峰就是阿大雾，有人讲是因为不管是的大雾，也有人讲这真正原来是平埔族的名啦。共这条歌后壁还佫有哦，佫讲安那，讲民间就是南马庄，德堂叫做罗德堂，田中土名。田中央，家里旧时小人庄，即几句要讲安怎样解说？所以毋知影讲民间较早就因为地势较低，这毋免国政啊讲。老辈若会晓讲台湾话拢知，就迄个所在较低，南是为着做南啊庄。结果南啊即两字日本人来，照日本字来写，南嘛煞写做日本的汉字民间，理由毋则对遮来。搁来讲德堂叫做罗德堂，因为较早遐拢罗德树。原来有人讲叫做离海较远，或者内罗德堂。另外，田中土名叫做田中央。尾即句原来真值得解说，就是讲家里较早遮是拉亚即族，原来一社讲叫做小人，小人就是客约的地头。所以家里旧时或者小人庄，毋是讲遐一个某人咧住，毋是哦，迄个传说毋是哦，理由嘛是对平埔族来。过来，共即个嘉庆军医王德禄的曲盘，最后搁一首诗句咧，国政讲互朋友做参考。讲德山番薯上盖赞，鹿港珠梨是名产，满豆好食是文旦，人讲宝岛是台湾。嘉庆军都无影捌来台湾，迄是真人叙事。毋过时代咧变迁，较早台湾民间的故事，甲严时代较袂当编，即马就要尽量编，编互遮幼囡仔知影，了解以早台湾过去捌发生过啥物代志。你讲有看有影无？过来，咱赶紧过来关心。伫咧孝热夏令营，人讲5岁10色，南投草屯原来有夏令营要教囡仔拍片做导演，吸引真侪囡仔遐囡仔这拢来参加，尤其因搁教囡仔去学迄落，即马伫咧空中咧飞，你啊甲遮的飞机，空中咧翕影的空翕机，咱来甲看卖。空翕机豆豆啊飞去咧天顶，囡仔操作空翕机真细致，嘛感觉真新鲜，因为拢是头一摆摸。就是会搞不清楚哪一边是就是让它飞，然后哪一边是控制它的什么东西。在平地跟天空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从天空可以看到比较大的画面。大部分的小朋友其实是完全没有看过空拍机的。所以我们一开始是用模拟飞行的方式，让他们在室内。那接下来我们会教他们很基础的操作，包含空拍机的安装，然后让他们实际装上螺旋桨起飞，并且降落，这是他们第一阶段的学习目标。孝热夏令营5岁10色，南投草屯看见家乡小导演培训营，吸引侪侪对台湾各地来的对拍片有兴趣的囡仔，对时代脚步学上事行的空翕机，后摆爱甲故乡的水拢记录落来。我想要介绍我们金黄色的沙子，还有千菇的活动，还有用空拍机拍整片沙滩和海。我是竹山人，所以我们之后想要呈现的话，风景的话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会着重在我们竹山的老街街景的部分。
培训营结束了后，唔是安尼就准煞，这囡仔学员回去了后，爱结合故乡的地图，实际去做访问，加上空翕的画面，拍出一段了解故乡的影片，而且要伫咧11月份进行发表会，互更加侪人看到囡仔眼中在地水。记者综合报道。过来，我来看台南归仁七家社区遮，因原底请就近一个退休的陈仁正校长来讲解讲伊对音乐的研究。啊，愈讲煞愈有趣味，尾来讲，无你规起来才甲阮教，才组织咱在庄遮的老大人，大家做伙唱歌，大家做伙学乐器，研究讲组织变做一个乐团，啊，原来唱归仁在地真侪高人所写描写在地的歌词，有影真趣味。萨克斯风的声音，互人真刺鼻。毋过演奏的毋是有名的音乐家，嘛毋是伫路边表演的街头艺人，伊是一个已经退休的校长陈仁正。一开始是因为里长郭世文发现社区内有一个真特别乐团，才找因来台南规定的七家社区关怀据点做表演，希望会当互社区内老大人生活更加丰富、更加快乐。落尾就变做社区内固定的下晡活动。发现说，我们社区有一个校长，他组成一个乐团，然后到处表演，讲是不是来安尼拜托校长呢？来阮来这点在中辈来听。因为正正伫教册时阵，伊的专业能力，但认真对教社区老大人唱歌跳舞，卖当做因的心理咨询，并教一寡生活中的小知识。他们喜欢唱歌的话，就教他们唱歌。除此之外，就是呢，提供一些像这样的年纪需要注意的东西，譬如心理方面健康方面家庭方面的一些事情，要跟他们聊，跟他们谈。因为我本身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是以辅导心理方面为主。本身就是台南桂林人的陈仁正，乐团表演的时阵，卖特别选择桂林的在地歌曲，对咱保留在地文化，卖当更加瓦群当堆，互大家会当跟唱。充满快乐气氛的社区关怀据点，经过侪老大人来参加活动，嘛互台南桂林七个社区老大人生活是愈来愈幸福。记者综合报道。各庄头、各角落拢为着家己故乡咧尽心的人，来看屏东为协会邀请按日本来的老师来教啥，教圣巴节奏的鼓，互部落内底的囡仔会当学圣巴节奏来拍鼓，哪拍身体哪震动。实在是真有心，看着嘛真趣味。近百名的学员伫咧老师的指挥之下，拍出动感的节奏。圣巴鼓的鼓声和屏东的日头同款热情。日本的圣巴鼓老师来到屏东的马家国中，和大家做伙声音乐，就是一起那种气氛就会很好，然后就会想要跟他们融入在一起，然后就会交到很多朋友。之前小时候就是比较没自信参加圣巴鼓之后就会变得比较有自信这样子，然后也比较快乐。屏东县乡土动员协会和阿来福艺术工作室发觉讲，偏乡地区的音乐艺术这学习的资源无够，因此伫咧屏东办全国公益圣巴精英营，毋但在地民众参加，嘛吸引全台各地民众来到马家国中做伙学圣巴。其实因为在15、16年前，我在梦想文教基金会的时候，我就帮就是部落跟偏乡的孩子找到一个可以多元学习音乐的概念。个人就在去年开始就想说找马家国中跟找一些学校来合作，然后我们就开始办理这个全国的这个圣巴鼓的营队。圣巴鼓的表演强调律动，圣巴舞嘛是学习的重点。大人囡仔拢对着老师做伙跳，展现上有自信的一面。主办单位望圣巴鼓的音乐会使继续伫偏乡生团，大家做伙快乐来拍鼓。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南投信义乡的农会，这一个梅仔网工厂，因用梅仔来做冰，无论是古早味的鸡仔冰，还是囡仔爱食的冰淇淋，热天时大家拢烧钱咧买。尤其这是正原味的，嘛帮助这种梅仔的农民，互梅仔销路更较好。这个冰足好食的啦！这我做囡仔时足爱食冰的。较早的年代我这老伙
五角都拢买6支鸡仔冰。日头请爷爷来食一支冰冰凉凉的鸡仔冰，互人是透心凉。老人囡仔拢真介意。南投信义乡是亲毋妈的故乡，农会今年就特别推出了毋妈口味果汁冰，尤其是这款毋妈冰，口味酸甜酸甜，可爱的造型看了是非常的怀念。食现在的鸡仔冰就是非常较早的鸡仔冰安尼。另外，还有这一款毋妈酸鸡零，只有是伫信义乡才食得到。咱来到这一定要试看卖，大家拢真饿了。毋妈冰品除了讲会使清凉降烧气，佫会使帮助到农民。不管是我们解热解腻的一些我们的梅子产品，或者是我们的沁凉快感的梅子冰棒，幸福酸甜口味的冰淇淋双淇淋。今年夏天特别推出我们现泡的布农冰红茶。远离这个闷热的市区，帮自己充电。口感怎么样？酸酸甜甜。你在外面有吃过这样？没有。过来期间，咱全家出去佚佗，到信义乡来看卖，嘛是一个漂亮好选择。像这金灵谷、彩琴桥、彩琴水厂，甲这信义门仔办工厂，拢是休闲的好所在。不过伫热天咱食冰，中医师是提醒讲爱慢慢来食，莫空白食，以免影响到消化。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看讲，实践大学应用日文系有一个助理教授蔡玉德，伊上课会用讲是真活泼，尤其去日本读册，对日本的历史甲文化原来不了了解。用9点公视台语台台湾新眼界，邀请你做伙来了解蔡玉德所介绍的日本文化。欢乐的笑声，轻松的气氛，这是蔡玉德教授的日语课。甲一般传统式的教育方式无共款，蔡玉德的教学内容是对学生的兴趣内面找想法。是来读阮系的囡仔啦，就是来读日文系的囡仔。大部分其实当初就是真济啦，拢是因为讲伊介意日本的动漫啊，还是讲日本的迄个史文化过安就对啦。其实伫阮的学校，阮嘛是拢鼓励这囡仔，就是讲，这若是你有兴趣的物件，你就好好去用安尼。迄个中间的过程，你会提升你的语言的能力嘛。我感觉讲这毋是歹代志，而且这是需要去鼓励的代志安尼。除了伫大学教课以外，蔡玉德的另外一个身份是一名作家。其中卖真好的一本册《表里日本》，写出了蔡玉德独特的观察。其实啦，加少少啦，就大家对迄日本啊，拢有存一寡幻想啦，甚至安尼讲一寡偏见啦。比方讲咱定啦一寡讲日本人有理无体啦，有诶无安就对啊。但是咱回头转来想，咱台湾人对，咱讲意思讲就是日本人有理无体啊，咱家己较识代替安尼有无？但是咱当时看咱台湾人的一寡表现甲行为，敢若嘛无啊，比较起来，像日本人可能上无人够有理嘛，蔡玉德曾经住伫日本11年，对日本有真深的敬意甲爱意，但是依然希望家己保持外国人的身份，以客观的态度清楚看日本的样貌，同时互台湾人更加了解日本，对日本好甲歹的经验得到新的体验，这嘛是蔡玉德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来讲生囝，有影对女性来讲是真辛苦的代志。古早四句人讲，生若过手是麻油加酒芳，生若无过手，只换四地帮。爸母的温情是真重，劝你都唔通不好是大人。因早无即个妇产科吼，所以拢爱三宝啦。新竹有一个超级的三宝黄疸妹咧，讲长在44档。13000几个囡仔伫伊的手内出世。去年伊过身去，即阵啊新竹市文化局替伊咧举办展览，咱详细来甲看卖。大部分的现代人生囝拢去病院，较早人生囡仔爱请产婆、助产师来处理。新竹有一位超级助产师黄疸妹咧，伊接生超过13000个红婴仔。黄疸妹咧，职业44档，食到正长退休，去年过身。新竹市文化局展出黄疸妹咧特展，纪念这位超级助产师。黄疸妹咧，查囝回想因妈妈辛苦的职业生涯。妈妈的工作是日夜不分的，那常常在我们要睡觉的时候，很冷的冬天啊，就被叫走了。有时候刚刚出去吗？又有人要生，那我爸爸就赶快去追。较早医疗水准无即马进步，
有俗语讲，生过加酒芳，生未过四地帮。当每个接生经验丰富，而且伊判断相当的准，超过1万摆接生，从来无胎儿死伫咧腹肚内状况出现。很难得的是，没有一笔是有孕妇遭受死产的那个经验，完全都是正常顺产。假如遇到难产的话，他以他的敏锐观察力，马上直接就送到大医院去。这样，希望让我们年轻的一代可以来了解说，过去的助产士他们整个职业的过程，过去的妇女在生产过程中是多么的辛苦。咱对做产士这个行业，袂使看到台湾较早妇女辛苦的奋斗史。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看美国总统川普，伊伫咧7月28用 Twitter 伫电脑网络宣布讲，现任的国家情报总监 Dan Coats 要做到8月15，伊会提名联邦的众议员 John Ratcliffe 来接任。纽约时报28报道，国家情报总监科茨顶礼拜已向总统川普请示，几点钟了后，川普推文表示提名巴担任检察官的德州众议员雷克里夫接任国家情报总监。马宣布科茨会伫8月15离职，感谢伊真好表现。对川普政府，各一摆有重要国员离开。If you had asked me how that ought to be conducted, I would have suggested a different way, but that's not my role. That's not my job. So it is what it is. 科茨伫2017年3月出任国家情报局局长，伫洛西哈、伊朗、北韩等问题，拢甲川普的想法无同。川普过礼拜公开表示，对国家情报机关的无信任，和双方问题变大。科茨这是喺通俄门调查中，甲检方讲，川普捌要求伊公开否认洛西亚甲川普2016年竞选有任何关系。按照川普点名接任的雷克里夫，这是川普始终的保卫者。顶礼拜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质疑通俄门特别检察官穆勒。川普最顾问经济个另外一件，伊27推文批评一个民主党当两日会议联邦众议员康明斯，讲伊是野蛮的恶霸，爱专心摒扫家己的巴尔的摩，鸟气真多，又个垃圾选区，毋是批评美国边界移民官员的工作，引发种族歧视批评。川普真紧一个推文，呛讲康明斯做甲真歹，民主党定摕种族问题来做理由，实在可贴。康明斯是众议院监督甲改革委员会主席。过去几礼拜批评川普移民政策，嘛指控伊是种族主义者。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咱换看巴西 Amazonia 一块热带的树林，遮有带一阵甲世界无咧交叉的原住民。不过，因为种种的原因，因所生活的这个热带的树林，互人破坏愈来愈严重，大个所在嘛愈来愈矮，生存已经出现危机了。巴西东北部马拉尼昂州的亚马逊雨林中，一个阿瓦波罗男性摕大刀，四界看敢若找目标，详细看后壁敢若有其他族人摕长矛，准备到场行动。去这张影片另外一个瓜亚亚拉原住民族人讲，阿瓦波罗是世界上最黑的游牧部落，过去500多年来，拢过甲其他人分离的生活。Vive naquela terra ali, mas nós nunca tivemos um contato, né? E eles são ameaçados por vários fatores ali, né? Madeireiro, caçadores, pescadores, né? Fazendeiros. 阿瓦部落目前可能较剩350人左右，外国拍拉甲掠鱼过生活，爆料师用镜头去着因拍野猪、航酷鱼在画面，有囡仔伫河中佚佗的生活场景。暗过因常常面对人类以开发为名的挑战。2015年，草菜人甲农民就放火烧雨林，害因无法度继续拍拉。巴西新总统的亲商政策，佮有规划乱开垦，变加更较严重。统计显示，今年6月亚马逊雨林消息范围，都比去年同期增加8成8。A gente se articular e construir uma equipe de proteção territorial, porque a gente já estava preocupado com a nossa geração e preocupado também com os isolados que a gente nunca tinha visto, mas 这真罕你看画面表示了后，就在提醒大家，文明入侵亚马逊雨林，和部落族群的生存受到威胁。记者综合报道。体坛大车拼来看，2019年全球的体育界热人一项真重要的，是法国一年的自由脚踏车比赛，冠军去南美洲哥伦比亚一国，这个选手伊根布伦诺碰去。
伊今年才22岁，也是8个当来上届少年的冠军。环法自由车赛第21站，嘛是最后一站。各国车手继续骑对巴黎市中心。镜头顶边穿黄衫，来自哥伦比亚22岁车手伊根伯纳尔，伫7月9终点线进前，和去年冠军车手塔马斯做伙压线。塔马斯这个手势，真有向全世界介绍车坛新天王的意思。伯纳尔变成这110年来头一位来自拉丁美洲的国家赢到环法冠军，嘛是上少年的自由车手。Sí, ya gané el Tour, pero aún sigo sin creerlo. Ese es. 伊伫哥伦比亚乡亲伫这21站的比赛当中，逐工拢伫咧关心。因称呼伯纳尔是哥伦比亚的奇迹查甫囡仔。伊阿公阿尔法洛伯纳尔嘛将番袂残的工课成系列，就伫电视机头前。伯纳尔自8岁开始接触自由车，迄当阵只是在破高高的登山车通用。伊的个性谦虚，阁真爱自由车。伫4年前开始伫首都布格达，利用山区起起落落的天然地形，和3不5时发生的暴风雨天气，逐工连骑20公里。这个环法车赛期间，经历过欧洲的热浪，赛季后段第19站，阁撞到赛道因为落雪扬冰，路唔那是骨骨。各国的车手拢唔是伊的对手，伊得到该站的黄衫。伫哥伦比亚，自由车是全国第2受欢迎的运动，敢若较输骹球。有钱的查甫人拢真介意骑公路车出门，也是参加比赛。周末假日，市中心的大车路，嘛会放假礼让自由车享受骑车的快感。对各国人民来讲，赢到一场大赛的胜利，代表国家有机会摆脱政治暴力和毒品等等负面的形象。实际上，就伫2礼拜前，全国这环境网球双打组合卡巴尔和法拉摕到大满贯温布顿锦标赛的男双冠军。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欧洲青蛙当前的中世纪时代有一款真实行的比赛，就是穿战甲骑伫咧马顶，举长枪小拄。即马这款比赛又搁变化做什么款的面貌？咱来看卖。40公斤战甲爱人斗3工才有法度穿，武器是长枪，比人更较悬，有3.6公尺长。比赛开始，骑马相向对手，摕长枪小土，向前射落马就输去了。过去因为伤过目的，即马大部分是改做长枪，毁损较严重迄个人，伊就输去了。这是伫14到16世纪流行的骑术比赛 ，Justin。根据英国历史频道报道，这可能是历史上上古早的一项运动。It takes a lot of training to be able to do this. It's more than simply putting the armour on. We need to condition our bodies to be able to cope with this and be able to move how we want to move. 资本敢是贵族决斗，毋过加入骑术加战斗技巧，传承到今已经发展做这比赛。英格兰卫生委员会佮北向2020东京奥运申请要来做正式比赛，毋过最后是向拒绝。骑马骑术每一个拢真有班，除了这比赛 ，Justin 毛真济也也比赛，像这场第7回伫莫斯科举办的比赛。Этот рыцарский бой полностью имитировал те старинные времена, которые я могу только в книжках прочитать. Вот, а здесь я все это видела воочию, и это меня просто восхитило,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不过因为是业余比赛，战甲有较轻，毋过决斗精神还是互现场观众看甲真欢喜。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的天气敢有通好？公司台语台报互你参考。咱来看各地头详细气温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上低31度，上悬34度；东部上低27度，上悬34度。观众朋友，你看到讲，头拄啊气象预报，落雨的比例是相当的低。明仔载又原来是好天，有影啦。台湾四时村国政啊报新闻，有话实在讲，敌人学敌群。明仔载咱搁再倒转来咱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节目现场，感谢你。
节目《往来时光先拼先》，台语台全新的囡仔节目，我今日还有新的来主持。我有足多趣味的挑战，要让大家讲台语、拼台语，看向上厉害。伊今日囡仔就爸爸妈妈，阿公叫阿嬷做伙来收看《往来时光先拼先》，水哦！来哦来哦，爱表演又够高讲台语的小学生，赶紧招过来！公营倒转来，欢迎大家来表演。不管是啥物内容，唱歌、跳舞，还是搭嘴鼓，只要你敢唠台语，都有机会用个参加录影上电视，甚至甲10万块的奖